现在过来是俏谈一件，这个共名的庙事伤侪经路，客运车司机是雾煞煞。高雄一个老太太坐客运车要转去，甲司机讲要到南马坑的大天府，但是驶到位都毋是徛街附近的迄间大天府，两个人讲半步嘛是讲袂清楚。这司机只好甲车驶到派出所，请警察来斗相共。警察一个查，原来这个南马坑的大天府至少有5间。老太太是住伫个离这个南马坑大天府2公里外的车头寮大天府。计程车停伫派出所外面，警员换来关心，原来是车顶阿嬷讲袂清楚伊要去的所在。警方问状况，阿嬷讲因兜伫个南马溪大天府附近，不过司机开到现场，阿嬷讲毋是无共。然后就我们了解经查之后，也是在位于高南公路那一边，我们就把这位妇人然后带到那边。男子戴天湖。就请去导航，找这南马溪大天府，结果出现几啊间。南马溪大天府3、4个呢，要去对一个啊。有南马溪大天府、中部大天府、车头寮大天府，也有油厂原中港大天府等等，至少都5间。要找对啊，拢混咱遮来哦，阮遮毋是呢，阮遮南马溪大天府咧。供庙的人嘛讲，定定有人会走唔对去，住伫大天府边的民众咧，嘛经常被询问。一个是男主要我面迎遐，咱保镖，啊，一个要去男主角小姐这路。若是这厝阿嬷要去的，嘛是大天府，不过毋是南马溪，是车头寮，互计程车运将嘛无唔对去，嘛因为安尼才发现讲，原来高雄南马溪有遮尔侪间的大天府。